C-Smart 燒焊機械人 C-Smart 將燒焊切割機械人成熟應用在建築工程領域，依據業主圖紙需求完成任務。機械人操作員會考取和傳統燒焊工人一樣的牌照。Method Statement 已獲得渠務署、恒基地產等眾多政府、私人企業的批准。以裝頭板為例，傳統風煤切割需要後期人工打磨，機械人等離子切割效果更好，減少了後續的打磨工作。傳統燒焊需要工人躺在地面養焊，工人易疲勞且不安全。機械人燒焊可以養焊，加上自動的軌跡規劃，降低了工作強度，施工效率和品質都有顯著提升。傳統的 U-Bar 人工燒焊，現在也可以用機械人進行燒焊，焊接效果更美觀，質量更穩定。通過第三方機構進行驗焊檢測，我們的成果符合業主需求。以11斤裝頭板為例，人工燒製需要12天。通過機械人作業施工，配合良好的工序安排，機械人只需6天，機械人比傳統方式快1倍。